新年新气象，要毋过美国有人是无稀罕过新年，颠倒是赶伫个最后一天要来结婚，因为大家认为讲这12月31，若准用英文的方式写起来，就会变做是123，讲安尼真有意思。纽约时报广场跨年水池球慢慢降落来，几万人倒算准备要来跨年。 2024年来临，现场响起招牌乐曲《友谊地久天长》，民众情绪真悬。伫五彩纸片内底互相男重咧相敬祝福。迄天虽然是落48雨，依然有真侪人来到世博广场的周边。酒后10几点钟，目的就是要体验跨年的浪漫甲热情。四周是充满法兰克辛纳区的名曲《纽约》，互人暂时袂记的世界上持续不断的枪队，也有这个安全的问题，大家拢欢喜迎接新年。 南美洲的巴西比纽约提前1点钟迎接新年，里约热内卢沙坡顶面精彩12分钟宴会表演。予暗时这天顶变甲真光真水，伫山顶的耶稣救世主雕像来看，场面更加是真壮观。有真侪人无条件迎接新年，要赶伫2023年的最后一天结婚。因安尼一来，结婚纪念日写做数字，大好就是123。 这样特殊一个真歹拄到日子，和快速的结婚的圣地拉斯维加斯，有真侪人挑工来遮结婚。1, 2, 3 is our code that we've always had before we were married and dating. That when we sign our love letters and notes and cards and stuff. 有结婚真久后某选这日子，搁再结一摆婚。有人看到数字特别，就随行动。伫拉斯维加斯经营做结婚较长的业者，估计一天大概举办150场的婚礼。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。